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提到说参加那个到巴拉圭的义诊团，然后去那边演出表演。巴拉圭跟中华民国有邦交啊。他是坐飞机到美国的洛杉矶哦，西岸洛杉矶吧，然后再转机到那个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哦，不晓得转几次啊。然后那过程买机票用钱哦，说那个信用卡会交给人家去处理，但到那个凌晨5点多的时候到达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然后会有那个旅行团的负责办出入境手续的吧。有一个，他是说是当地的巴拉圭住在巴拉圭的一位先生啊，在处理他的事情，他有拿他的信用卡去处理，而且信用卡被拍照正反面，然后就可以网络盗刷了，网络上付款了，还绑定呢。以前买东西都是用那一张信用卡，奇怪的，信用卡被照了相以后有密码吗？有密码。他说只要有那个信用卡那个正面、反面那个资料就可以网络付款了，网络购物付款了，这样就变成被盗刷了。说只要每一笔不超过3000元哦，银行不会网络通知的。那个报案的缘由说是某一天去买饭团吃的时候说，手机叮了一声说，然后显示他看一下显示说是台新银行通知的呢，说你那个信用卡被刷了3000多块哦，好像是超过3000元才会通知的嘛，然后才进行研究了解，本来都以为是诈骗的不理他，后来也还是有去问了，还是有打电话去问银行，银行说是真的嘞，真的有发出那个通知的，然后再继续研究，继续对话，然后再演变到说那个报案了，要报案哦。如果只有说停止使用那个信用卡，那没有报案的话，万一那个对方拿那个用信用卡去盗刷购买的是毒品的话，那就等于自己默认允许对方去买毒品哦，这样也有行者也犯罪呢，所以要报案哦。最后终于抓到了，是巴拉圭的那一个，可能处理那个什么出入境的那个处理旅行团那个先生啊，他说他很信任那个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会盗刷，说可能还问对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方还回答说我又不知道你不允许我盗刷，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啊？那外国人的思想啊，他没有说，他说是巴拉圭的人呢，巴拉圭的一个先生呢，办出入境的嘛，帮旅行团的人办出入境手续的嘛。对方竟然说我又不知道你不允许我刷，哎呀，用人家的信用卡来买东西刷卡就是不对的，怎么还要强辩说不知道你不允许我刷？嘿嘿，做人怎么会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思想？因为就是有这种奇怪的人了，所以我们还要报案呢。报案是为了阻止对方去做危害社会的事情。一再强调说，那个信用卡不要于事以外，不要被人家正反面的拍照
然后要有对账单，要有对账单的习惯啊。如果有对账单的话，早一点就发现说有什么有不正常的支出了，就会小心了，赶快处理了，不会拖那么久。好像从108年拖到110年左右了，拖那么久。你看啊，中华民国好像108年12月份了，去那个巴拉圭首都亚松森那边，说是去义诊啊，陪着义诊团过去的，那可能是去那边演唱啊，表演啊。那个过程，搭飞机啦，买票啦，用到那个信用卡，信用卡交给他，很信任别人啊，交给别人去处理啊。按警察调查出来，研究出来，不晓得是不是说那个说购物的那个单显示说是在哪里购物的，在巴拉圭，所以说一直调查到巴拉圭那个办出入境手续的办旅行团事宜的那个先生啊，才能够调查得清楚。所以你看，说信任别人没有错，但是要避免对方犯罪。对方也是很厉害的，知道要绑定就是买东西都是用那一张信用卡，而且还每一笔不超过3000元了，这样银行就不会通知，就是说那个被盗刷的人不知道了。你看，像说没有对账单的人，那就是不知道啊，要小心，就是这个道理的。避免对方拿那个信用卡去买毒品，所以要报案哦。信用卡停用以止付以外，还要报案哦，免得说对方有购买毒品的，就牵连到刑责。